那照咱国内呢，这目前劳保甲国民年金的制度，这被保险人若准过身去，安尼伊的亲人呢是会当来领到维续的年金，若无就会变做是国库的钱啊。不过即马其实这独居的人呢，独身的人是愈来愈多啊，所以有立委是建议修法，被保险人若准在世的时阵是独身的，安尼就会当来指定一个受益人来领这的照护给付。不管是劳保也是国民年金保险。年金制度拢是为着保障直到退休了后的生活稳定，也毋过若是被保险人不幸过往，照规定是维续会当摕到维续年金，也毋过即马全台湾独身的人口一年比一年搁较侪，无维续的人年金的钱就会变做国家的。立委林俊宪认为无合理，主张爱修法，和政府的年金制度对时代调整。单身大部分都是没有符合资格的遗属了，那么你可以透过生前立下遗嘱，好，指定一个受益人。那这个人受益的啊，就是你这个投保人去世以后，可以请你一个照护补偿给付了。立委林俊宪强调，目前保劳保和国民年金的独身人口已经超过300万，认为政府应该重视这个问题。劳动部回应，目前劳保已经有双重的津贴，无符合青年劳保资格的亲人，目前嘛会当有10个月津贴通领。本来有遗属的人就可以领这个5个月，那至于说没有遗属或不符合遗属年金、遗属津贴条件的，那他的伤痛津贴就是从5个月，那加倍就加1倍，那提高到10个月。卫福部是表示，这牵涉到财务的状况，也有法律的限制，因同意会讨论出符合现代社会结构的制度。也毋过，阁要和专家学者讨论。这个必须要试射修法，哈，试射修法。那另外还有一块也是试射到我们的财务，哈，因为我们那是保险基金，所以试射到我们保险基金财务，好的多寡而言。立委林俊宪是主张，会当将年金转做照护补偿给付的概念。那被保险人在生进前是独身，无符合资格维续，会当透过维续指定受益人来领这个照护补偿给付。希望社会会当讨论，透过修法来完备制度。记者魏宗林、曾春佑台北报道。